大家好，阮是伫日本运作的非营利组织台湾社员会。本会自2013年创立，以继续红仔台湾达代表本会，向世界推广美丽台湾本土文化甲语言。现主时，阮发起台湾达的台语牌仔群众募款计划，这是要甲台湾达的台语牌仔送到全台湾的幼稚园的活动。请扫下底 QR code， 也是网站地址参考。台湾达的台语牌仔是设计予学龄前囡仔，牌顶面拢总有33首声韵优美佮趣味的台语歌曲，由台文专家所监修。这个台语牌仔的声音档案会使伫官网免费登录，嘛会使随机放送。台语牌仔内底拢总有68张。每一张牌仔拢有画台湾形的红仔、台湾达和古水的动物仔，内底古道水好讲，嘛有教育意义。台语诚做台湾袂使失落的文化之一，为着会使继续流传发展，嘛着爱普及罗马字。咱希望这套台语牌仔，互诚做未来主人的囡仔甲父母，原来耍原来学台语罗马字。这嘛爱靠咱大家斗相听。群众募款计划若顺利完成了后，阮会将完成品6400个寄付予教育部，并由教育部分配到全台湾的幼稚园。同时，阮也会将完成品500个透过网站卖出去，互更较侪人有机会来接触台语牌仔。群众募款计划的感谢礼物，若是这套台语牌仔。嘛有台湾达的商品，譬如讲台湾产的茶做的徽章、红仔吊水的、大红仔的困斗枕头，嘛有设计师专工为你画你的画像，因为数量有限，请大家较早注文哦。群众募款计划会伫4月初1拜5的半暝2点结束。虽然目前资金有在豆豆增加。毋过，阮离目标阁有一段距离。有恁的帮赞，相信会使互台语牌仔甲全国囡仔的距离阁较远近。请大家小少斗阵来支持，甲台语牌仔送到各地幼稚园。感谢努力。